自2024年3月14日，每日圣安公读经，莫互偏见惹爬目睭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马可福音第6章1节到第6节。耶稣离开遐，倒去伊的故乡，门徒缀伊去。安息日，伊伫会堂教示人，真侪人听着伊的教示，拢真着惊，讲：这人的本事对倒位来？伊得到的到底是甚物款的智慧？伊的手哪会当行即款的神力？伊敢毋是目抢？敢毋是玛利亚的囝雅各、约瑟、犹大甲西门的兄弟？伊的小妹敢毋是甲咱住伫遮？因煞对耶稣起反感。耶稣甲因讲：先伫伫家己的故乡、家己的亲人、家己的亲族以外，一定袂受尊重。伊伫遐袂当行甚物神力，只有甲几个病人换手，甲因医好。耶稣对因的毋信感觉真奇怪。耶稣行透就位的庄舍教示人，莫互偏见惹爬目睭。偏见无所不在，偏见带来刻板印象，互咱轻易将人区分优劣好歹。偏见也常常惹爬咱的双眼，毋管是对职业的偏见、对性别的偏见，或者是对阶级的偏见，拢互咱无法度看见人的本相。偏见互人轻忽性命的价值，甚至错过认捌耶稣的机会。当耶稣转去家己的家乡拿撒勒，亲像伫其他的乡镇，耶稣伫遮也传扬福音，搁伫安息日到会堂传讲上帝的信息。众人本来希奇耶稣的教示，却有人认出耶稣，搁讲出耶稣生来就有的身份，是目抢，也是玛利亚的囝儿，搁是雅各、约瑟、犹大、西门和其他小妹的大兄。耶稣是玛利亚的囝，这并毋是当时常用的讲法，一般拢会讲某人是某人，这某人就是伊的老爸的囝。所以对入会中间会当感受到群众对耶稣的轻视甲翕相。就算因中间有人听讲耶稣的神力奇事，因却无法度接受平凡无奇的目抢，竟然诚做伫会堂宣讲的劣比。这人认出耶稣伫世上人子的身份，却阻碍因对耶稣神子身份的认捌，甚至影响其他人对耶稣的态度。耶稣也知影，这群人因为对伊的偏见，厌弃伊，所以伫拿撒勒并无行甚物神力，只有换手伫一寡有需要的人的身上医好因。今仔日，假使咱破病住院，有一位信众者前来关心，咱会带着甚物款的眼光来看待呢？台北马偕医院的关怀师郭阿胜传道师伫20外岁的时，因为遭受一场车祸意外，变做简单会当倒床的腰脊骨损伤者。若用人的眼光来看，伊是一位信众者，伊的行动受限制，伊的身体有缺陷，总是伊因为厝内的人的鼓励甲对上帝的信靠，伫努力复健了后，毋但会当搁再坐起来，搁伫
残障运动三铁、竞速轮椅、游泳和射箭的项目连连夺冠。成人院毕业了后，伊投身伫医院参与伫关怀病人的服侍。现在，伊伫巡病房之间，正做病人的真好陪伴者。因为伊经历过苦难，伊搁较会当同理甲安慰相款伫病痛中间的病人。总是伊对生命的热情，也吸引病人愿意伫病痛的中间追找生命的意义。人的眼光有限，常常受偏见影响。拿撒勒的人因为偏见，失去搁较侪、搁较深认捌耶稣，甲经历福音的机会。伫今仔日的处境中，偏见也常常是踩伫人甲人之间的墙壁，互人无法度真实看见别人内在的美善，也阻断彼此了解的机会。上帝使用耶稣传扬福音，上帝也使用过亚性团队关怀病人。原咱拢毋是带着偏见的冷眼旁观者，反倒当是愿意常常省察家己的内心，放下家己掠做失着的偏见，认清耶稣的作为，顺服伊的带领，谦卑甲伊同行。默想，我内心存着甚物款的偏见？这个偏见安怎影响我？我内心存着甚物款偏见？这个偏见安怎影响我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你监察人的心，你刷去遐个蒙蔽我的偏见，我通真实认捌你，认捌人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